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关电连国际伫10月12号才拄热烈展开，不过议员林义莹受到陈情，上午伫议会表示，有关电农会设计海报图样，竟然涉嫌侵权，也就是根本无甲原创作者沟通，就下载使用，甚至事后竟然无依照正式的管道，甲作者参详，等到是找作者的父母来施加压力。这嘛，互议员用爱大力批评，民政局已经成为民政帮。由关电公司甲农会所主办的联国节，12号才拄热烈登场。不过，却因为农会负责设计文宣当中的图样，根本无甲原创作者沟通，就摕来用，已经明显损害创作者的著作权。对此，议员林义莹要求市府一定要进行补偿道歉，好好善后。一来不要再去骚扰这个创作者的家人，就是我们一切照公事来，那包括后续的法律上要给予的协助跟应该的补偿跟道歉，那我们一切就是照这个我们的程序是什么，然后我们照程序来，不要说这个又有说好像私下联络他的父母，那明明有公开的管道不走，那走这种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政府透过这种桌底下的方法在施压的事情再发生。好不好？谢谢。这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啊，一定要认真的去面对、去看。结果他给我回答是说，他们已经也请农会开始有在做一些怎么样去处理了。嘿，他有跟我这样讲啊。至于后端再来，我就不知道他已经在处理到什么程度。因为该事件市府坦承侵权，不过却无依照正式管道甲作家沟通，等到是私底下联络作者的父母，毛议员跳出来口说民政局变成民政帮。你们用人家的图没有经过他同意，你要说误拿，这已经不是公部门干的第一件这样的事情了。而且最可恶的是，从公开网站我们都看得到。居然不打算直接跟作者联络，而是透过私的方式去跟他家人去讲这个事情。你们是民政局还是民政帮啊？农会设计涉嫌侵权，已经是无尊重创作精神，佮想要私底下处理，恐惊连带影响市府的形象。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面对选举的敏感时刻，公务人员的一举一动嘛被放大检验。立委参选人蔡耀辉议员上午伫民政局的工作报告就质疑，有区长带特定的候选人，前往拜会公司行号的头家，认为已经违反行政中立，要求主管的民政局长公开表态。参选议员郭婷在到处批评市府涉嫌违反行政中立的蔡耀辉，这回要进军立法院，佮拄到区长带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前往拜会该区的公司行号寻求支持，予伊相当不满。上午伫民政局的业务质询，虽然无公开区长是谁，不过重点是要求局长原则性的表态，真正违法是要降级，还是安怎处理？监管中央恁民进党总统咧做，地方恁市长咧做呢。啊，阮现任的议员，阮甲恁竞争，为恁对一个区长要带去对建公司，讲该支持我。啊，恁的区长会当带民进党提苗选人去讲该支持伊哦。你甲我讲，你也特别怎处理？你甲我讲过啦。我袂甲你公布，你免紧张啦。你敢甲讲一无啦？我爱了解到底伊去是讲啥物话嘛。好啦，我说啊，甲录音带互你听啦。哦，我伫遮我建议咱这区长啦，吼，恁是政务官啦，恁是应该讲起来是事务官、公务人员，要严守行政中立的立场。随后针对民政局所属的殡葬管理所，因为有人提供相片予议员林美燕，检举因放伫殡仪馆内祭拜先人的水果贡品，竟然拢被鸟车偷食，感觉心痛。
对出议员拄啊认为安尼是对森林不敬，所以强烈检讨卫生环境，要求改善。先啊，有迄个鸟鼠，这个伊可以预防的，先互鸟鼠去甲只贡品，去食到即就行。一个桌顶三个贡品，各个3个去食的，这不是安尼嘞，这个只是我们廉价民众提供我们的，他们觉得很心痛。外面买的贡品，河内、河内、我们家的就是先年吃，各个我们提供这个品质给他们。另外，议员嘛针对民众设施内排水、雷霆更多以及冷气的问题，一并要求市府改善。台南新闻管制林耕采访报道。为了表达热爱中华民国，有政党甲支持者开始穿国旗衫，非常的醒目。不过，议员王家珍就质询民政局，到大选的时刻，民众若穿国旗衫去投票，敢有违法？最后，民政局长用中选会认为穿单纯的国旗衫会当投票来做回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支持者时常穿国旗衫造势，特别伫国庆的假期引起风潮。网议员王家珍上午伫艺术厅质询民政局，明年1月11号大选穿国旗衫去投票，敢有违法？对此，民政局长一开始对着到底敢有违法，也是违规，个雄雄讲不出来。不是中华民国吗？小英总统不是双十节也拿着国旗吗？我现在就问你，因为网上那么在传嘛，对不对？对。像我也很乐意穿着国旗装，红艳艳的，我黑红搭配很漂亮啊。所以我想请问你，穿着国旗装去投票有没有违法？我现在要回答议员的话真的有点困难度，因为这个哪里困难？怎么穿衣服？你知道吗？这2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中选会说可以穿，中选会说可以穿，那你回答我不就 OK 了吗？同款关心宣布，依照中选会版本，担市立委新的选举区划分，东区已经确定分做2边。所以，议员王家珍以大学里为例，就质疑敢是原来投开票所嘛有所改变，互选民找唔到所在，要求加强宣导。一些老人家，他们惯性那么多年都在大学里活动中心投票了，那今年呢，竟然明年1月11号那个里、那个点、那个 location 不是第5选区了，对不对？我应该没有记错，那是林森路另外一边嘛。我们大学里在这边嘛，那我现在就想请教你一下，你告诉我们嘛，借着今天我们也有直播，告诉我的大学里是在哪里投票嘛？有关这个投开票所这部分因为从上一次的话，因为有超过2000多票的话，会造成民众的一个等待所以我们这一次已经在我们都把每个投开票所，我们都已经划分成1500票。那至于您刚刚讲的这个呢，我们都已经划分好了。后续议员嘛关心相关活动中心的征收进度加工程品质，希望提供里民有一个休闲空间。台南新闻管制林耕采访报道。全国第一个非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并2020连任后援总会，12号下晡伫台南正式揭牌。总统蔡英文特别南下主持揭牌仪式，并且颁授台南市后援总会长的聘书，予议长郭信良。总会除了动员将近1000位的支持者以外，台南市超越各党派议员也拢到场表达支持。位伫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的蔡英文台南后援总会，12号下午举办成立大会。总统蔡英文并且亲自南下，甲内政部长徐国勇、后援总会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共同揭牌。3、2、1，请揭牌！2020台湾要赢，台南要赢，我们要共创蔡英文总统在台南最高得票率，让蔡英文总统在台南的得票率再创高峰。议长郭信良以无党籍的身份接下蔡英文台南后援总会长，并且伫短短时间完成后援总会的成立。原本预估号召250名。想袂到全市37区已经串成34区，到场的支持者将近1000名。
总会长郭信良表示，小英总统执政3年外，已经为台湾打好基础，因此一定要支持小英的连任，袂用个互支持者来失望。咱着共同遮尔啊打拼，牺牲为台湾这个土地创下遮尔侪基业的蔡英文总统，伊拢点点啊做，点点啊做，也许你无去看到啥，但是你到今年咧交所得税时，哎，该降遐济，所得税免税降遐济，创下着24K的这个薪水已经做到，所以伊的付出大家拢看有着，伊的努力大家拢见证有着。啊，既然看有着，见证有着，人咧讲，起厝起一半，师傅唔通换，所以咱伫即个这样需要人的时阵，拜托咱坐乡亲一代做伙站出来，咱搁支持咱的蔡英文总统，互伊继续连任，甲咱带好玩，带好到，带好国家强大，好无？好。阮这个干部是有情有义的，只要恁讲一，我唔敢讲两，我对你的脚步咧行。但是你千万唔通我失望，拜托。会长蔡英文除了感谢郭信良的精义小听，另外嘛说明家己3年来伫个国防自主、减税、基本工资、加有利老年的照顾政策的推动，并强调伫个经济上已经打好基础，要互台湾的未来10年经济发展会用个更较好。搁要一届来多谢咱的议长啦吼，咱的总会长吼，安尼情义相挺，来担任我咧台南的后援会的总会长。啊，今日其实我搁真话一项代志足欢喜的啦吼，咱的总会长会使邀请足多议员今日做伙来，啊一寡议员吼，有一寡议员毋是咱民进党的，但是咱照常来遮情义相挺啦吼，所以我要甲咱的所有的咱的。议员说一下多谢啦，谢谢，谢谢咱所有的今日伫遮吼，啊，大家今日来遮是来参加咱的后援会的成立，嘛是要甲我甲陈立要加油的啦吼。我嘛知影讲，咱2020年即届的选举上关键嘛上重要吼，所以咱所有在场的乡亲来遮甲阮两个加油。嘛是要来表达一个对台湾未来的关心，大家是不是？蔡英文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即届的选举，台湾人民一定要用选票向世界来讲，台湾人民真在意咱的主权加民主自由。和蔡英文的执政团队搁做4冬，蔡英文连任，民进党的立委过半，台湾一定会无共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台南市后援会干部授证典礼，12号下晡嘛伫个桂田酒店举行，现场超过600个士农工商团体热情相挺。面对客满现场的台南百工百业的支持，蔡英文表示有信心，2020台湾一定赢，希望大家加以徛做伙，共同推动台湾向前的力量。由民进党市党部甲蔡英文台南竞选总部办理的蔡英文竞选连任后援会授证典礼，现场超过600个后援会，2000名干部到场，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竞选总部的主委黄伟哲、后援会总召集人陈东山，以及6位立委的参选人、这位议员拢到场出席。蔡英文总统到场时，现场嘛加油声不断。蔡英文致辞时嘛说明，3年来政府引导产业的升级，布局全球甲企业回台投资的成果。伊强调，台南是民主的圣地，大家的选举，台南的民主拢带予台湾真大的力量。要互台湾更较好，2020台湾一定要赢。希望大家成为蔡英文连任的力量。台南市6位民进党提名立委总调，同齐守护台湾的民主。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都在往下调整，只有我们是在往上调整。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国际经济，尤其是美国甲中国的贸易
战争的影响，我们也受影响，但是我们经济还是持续稳定的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转型，因为我们扩大内需，因为我们用扩大内需，用我们所需要的产业来创造新的成长来动能。所以，我们今年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是4小龙第1名，第3季还会是4小龙第1名。今年全年我们的预测值也会是4小龙第1名。但这台湾人在2020面临的这个选举，就是上关键的一次选举。咱要选到着人，我们的独立自主的现状，咱的民主自由会使延续落去。咱台湾的民主会使愈来愈好，咱台湾人的自由嘛愈来愈多。但是如果选错了，我们就会被迫走上一个向中国靠拢的那一条路。所以我要跟大家讲，2020年这届选举，我是不是会使拜托大家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让蔡英文高票当选，安尼好啊无？部长咧讲，咱有欠电啊，咱搁欠电，啊无啥欠电，国民党欠电对不对？咱甲电甲金闪闪，你讲好唔好？免啊电甲金闪闪，用选票甲电甲金闪闪，你讲好唔好？绿色专条总统当选，你讲好唔好？新兼蔡英文台南竞选总部的主委黄伟天嘛表示，这届唔定政治团体后援会支持，另外还有民间各项工业发起的百工百业后援会，包括农渔业、工商界、医界等，希望大家发挥团结的力量，让台南以最高票来迎接总统的连任，加立委专利党的大胜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转运站为107年3月开始动工，预计伫今年12月开始试营运。希望透过台南转运站的启用，会当减轻台南火车站周边道路塞车的问题。另外，也会当强化市区公车甲各道客运的转乘接驳服务。台南转运站即将伫咧今年12月开始试营运。台南市长黄伟哲14日特别前往视察这座充满文创气息的转运站。5万转运站开始营运了后，
除了会当成为大台南重要交通的门户意象，同时嘛会当有效减轻台南火车头周边道路交通问题。另外，嘛将各道客运引进来到转运站，保障乘客上下车安全，嘛会当改善交通。台南转运站的工程，觉得这个地方未来一定是可以成为台南交通跟文创的一个新亮点。那交通的部分当然是能够让国道客运能够进入这个转运站，能够不要只是停在北门路那边，一方面造成交通拥塞，一方面造成上下客乘客的危险。好，那能够进来转运站，自然对交通车流的疏导以及人员的安全有正面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在文创方面，它可以看到它的造型，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已经得到世界建筑嘉年华，可以说是建筑界的这个非常高的荣誉，它的一个决选。那同一批进入决选的总共有9个 case， 其中只有我们这个台南转运站是最轻薄短小，而且成本多利 ，CP 值最高的一个建筑物。它不仅兼顾了这个安全，而可以让货柜可以变为一个时可以，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后可以抽换的，那不会影响到我们地底下的一个台湾镇衙的一个结构。那所以说，对于循环经济也好，对于文物保存也好，对于这个文创也好，对于交通疏导也好，都是有正面的帮助。所以说，即便它的工程的金额很低，可是还是能够入选 WAF 的这个决选。那所以说，发挥的创意跟巧思，非常感谢建筑师跟我们营造单位，能够设计出这么好，符合多种目标使用，而且让市民眼睛为之一亮，能够让进入这个 WAF 世界舞台的这个台南转运站，我们热切的期待说他们在12月份，就能够如期如职，甚至能够超前的这个进入营运，那能够让成为台南的一个新亮点。台南转运站是运用原并配抢公有的土地所规划建地成，基地面积2.60公顷，建设经费1亿2347万。转运站主体采用货柜屋堆贴的设计，采光甲通风拢真好，是一座具有环保节能、友善环境的综合转运站。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平开台天后宫10月5号受到邀请参加湄洲马祖海祭典礼，由天后宫的主委卢有礼率领商务委员林立荣、王龙明、商务干委黄进月以及台南市员杜群和顶人陪同，前往福建进行马祖雕像之旅，宣扬马祖大爱精神。安平开台天后宫受邀请参加湄洲马祖海祭典礼，前往大陆福建进行5天4暝有宫参香行程。活动由天后宫主委罗友礼率团，带领商务干委黄进月、商务委员林立荣、王荣明、总干事林国民以及议员罗群和加信众坐陆海空电交通工具，经过小三通前往大陆。等到当地时，泉州天后宫嘛出动阵头热情欢迎。今仔日的话也有幸吼，咱台南的话，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咱罗友礼主委带领咱安平天后宫的各位嘉宾来到阮泉州天后宫的话来参香，吼大七点的话，借这个机会向咱这个全体的这嘉宾问一个好了，吼，咱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的话，加咱泉州天后宫。这个渊源是非常的深的，伊每年咱这个安平的话，这个开台天后宫都给组织展游团过来咱泉州天后宫来参香、来交流，咱这个泉州天后宫的话，每年的话，若是有过去台湾去交流的，也是过去咱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去拜访，两间宫庙的话，这个交流非常的深。
安平开台天后宫注意旅游礼，嘛希望透过马祖灵通，会当有见两华人民的情感。咱两华两地吼，大家人民啊，看要心明吼，安尼大家吼会当安尼，迄个灵通啊，较紧密吼，啊，就是咱的两华这个会员吼，这是无法度人去分的，啊，所以希望吼，啊，就心坎心通啊，灵坎灵通，啊，大家吼，这个友情啊，情谊吼。啊，大家安尼紧密啊在一起，啊，有若祝咱大家两庙咱香火会当旺盛，啊，大家遮百姓吼，大家会当安尼，迄个身体健康，啊，百节有庆安尼。安平开台天后宫即摆参香行程，除了参访泉州天后宫，另外嘛前往平潭三县市、布袋文峰天后宫、黑牛港天后祖师、梅州妈祖祖庙、妈祖故居。以及厦门仙甲山土地公庙等等，受到各地友强热情款待。后一集的专题报道将为大家了解安平开台天后宫即摆需要请梅州妈祖海祭姻缘典故，请观众朋友爱继续收看。今日新闻张伟忠专题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10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